这是利息。吴东娜呢？昨晚鼎和出大事了，跟卢东有关系，案子都过到娜娜这边，他忙了一晚上都没回来。我猜让卢东倒霉的人一定是吴东娜。跟你们两个关系太近，容易出事儿，我真的太难了。你这句话有点伤人啊！亏得我一大早给你送来这么好一个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百博的投资人找到了。看看合不合适。我见过那么多创业者欣喜的表情，今天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次。谢谢。啊，支票什么意思啊？即使投资谈成了，进款也需要一段时间。百博的情况我也了解，去珠海的周转费用是个问题。我不能要。那就当我借你的，回款了你再给我。我不是你男朋友了吗？那有一个办法，啊？我分你股份吧。高山享有林沃的爱情独占权、约会优先权、终身伴侣权，这就是你出的合同。利润很高的。这算哪门子利润？别闹了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到你了。哎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？哎，咱们好了啊，说认真的，你们家有没有印尼啊？不然怎么盖章？你要干什么啊？别动。好了，我得把这个好好收好，免得你以后赖账。高山，这都是什么？我忘了一个东西。这是利息。你是？哎呦，林沃很主动嘛。这一大早你们也太刺激了吧！